到今年時間，有調查發現90%嘅中學生踩單車嘅時候都冇做足安全措施，有一半人更加係曾經受傷。我之前都係踩單車。假日單車徑特別多人，除咗大人，細路仔亦一齊玩。有學生踩單車嘅時候做足準備，單車頭盔同護膝都唔少得，但唔係每個人都有呢啲安全意識。因為我哋慣咗咯，踩得耐咗咯。踩得耐咗，咁你怕唔怕會整親啊？唔怕，整親都係咁嘅咯，人都會整親㗎啦，講真咯，流血咯最多。我試過跌親好多次，同埋個頭係最重要，所以我咪戴頭盔。浸會大學最近用問卷訪問咗2700幾名中學生，發現90%嘅被訪者踩單車嘅時候都冇戴單車頭盔同埋護膝，一半嘅學生曾經喺踩單車嘅時候受傷。負責調查嘅浸大體育系認為應該強制踩單車嘅時候戴安全裝備。過去10年呢，威爾斯醫院喺急症室嗰邊收嘅數據呢，3樣運動項目係受傷率係最高嘅，就係單車、足球同埋籃球。咁你睇下，既然個統計話俾我哋聽，有咁多人係受傷，而只要你戴一個頭盔嘅話，其實可以有機會保存翻你嘅生命。咁點解呢個咁簡單嘅功夫我哋唔做呢？調查又發現，超過20%嘅中學生都唔識踩單車，佢哋大部分都係住喺冇乜單車徑嘅港島區同埋市區。雷洪德話踩單車應該屬於體育課程範圍，但係中學校舍普遍較細，想踩單車都好難。佢建議政府增加單車設施，推廣呢項運動。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今屆書展星期3開始，1連7日喺會展舉行。主辦單位貿易發展局話有新措施鼓勵更多小型出版商參展。貿發局話今年參展嘅出版商有500幾間，其中兒童書同埋外文書籍比例增加，而大型出版商嘅攤位規模會有限制。我哋減少咗對於佢哋即係攞大攤位嘅折扣。咁呢方面呢，我哋希望能夠呢就騰出多啲嘅位呢，就俾啲小嘅出版商。林天福話今年書展嘅入場券維持喺25蚊，又會增添有特色嘅活動，包括邀請學者講解《三國演義》，希望透過有關嘅活動令年輕一輩對傳統文化有更多認識。今年仍然有少女模特兒喺書展出現。我哋都批准咗幾個啦，有幾個亦都係我哋覺得唔適合咧，我哋就冇批准到。咁整體數字相對舊年嚟講係大幅下降，係得幾間嘅啫。咁所以咧，我相信今年咧就靚模咧唔會係我哋書展嘅主流。佢話書展嘅宗旨係希望推廣更多健康書籍俾大眾閱讀。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支聯會已故主席司徒華嘅回憶錄《大江東去》就快發行，咁佢屋企人話，仲有一啲資料要再過一段長啲嘅時間至可以公開。而出版商喺新書發佈會就話有驗證過司徒華嘅遺囑、手稿同埋錄音。而司徒華嘅弟弟司徒強就透露，準備將一啲手稿捐俾學術機構。咁佢話司徒華曾經係交代過，某一啲資料要20甚至50年之後至可以公開，因為係要保護某一啲人嘅私隱。勝利輔助生育中心錯誤移植胚胎，負責監管嘅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決定無需吊銷牌照。處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話尊重呢個決定。我哋知道而家係有一個嘅法律嘅框架，亦都係明白得到呢一個係一個法定嘅管理局，咁所以我哋係明白到佢哋嗰個嘅做法，亦都係知道佢哋係根據法例同埋根據佢哋嘅實務守則呢係進行咗詳細嘅調查同埋呢一個嘅審議，咁得出呢一個結論呢，我哋係尊重嘅。中港家庭權益會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私家醫院冇足嘅床位提供俾港人內地配偶。媽媽要床位。40幾名遊行人士包括多名嘅孕婦，佢哋批評政府同私家醫院聯會協議，今年只係提供100個私院分娩名額俾港人內地配偶。有參加遊行嘅港人話，為內地懷孕嘅妻子揾床位有困難。你公立醫院又唔收，係咪先？你私家醫院又炒得咁貴，咁邊度每生個 B B 俾成10幾20萬出嚟㗎嘛？係咪先？如果除非我唔咁嘅話，我 B B 可以下年生咩？遊行人士到政府總部抗議，希望當局能夠增加床位。
咁我哋希望咧，政府喺公立醫院同埋私家醫院嘅資源上邊咧，繼續去到騰空多啲嘅資源咧，令到今年即係會出世嘅中港家庭嘅 BB 咧，可以係有個床位出世。佢哋遞交請願信之後離開，之後又轉到維園一個公開論壇，向處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請願。梁卓偉話：私家醫院將會宣布幫一啲會喺今年生嘅中港家庭媽媽作一啲特別嘅安排，但係強調本港公私營醫院首要嘅服務對象都係香港人。部分示威者試圖追梁卓偉嘅座駕，要求同佢直接對話，但係被警方制止。無線電視記者龍慧如報導。國際消息，日本首相菅直人嘅支持度下跌到低位，不過當地嘅傳媒就報道菅直人仍然無意辭職。日本首相菅直人雖然面對執政民主黨內外要求佢下台嘅壓力，但係日本新聞網引述多個高層官員報道，菅直人已經指示首相府同外務省為9月下旬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做準備。消息話佢計劃喺大會發表演講，主要內容係日本建設脫離核電站嘅社會。早前亦都有報道話，菅直人已經指示外務省為10月訪華做準備，希望出席10月10號辛亥革命100週年活動，同時慶祝佢65歲生日。分析認為呢啲外交舉動都係菅直人拖延落台嘅策略，顯示佢根本無意好似外界預料咁喺8月辭職。日本時事通訊社今個月上旬進行嘅民意調查顯示，菅直人內閣嘅支持度比上個月下跌9.4個百分點，只係得1%，係執政以嚟最低。相反，唔支持嘅比率就急升超過10個百分點。調查話，民眾普遍不滿菅直人未有交代下台時間。無線電視記者雷怡報導。美國廣泛地區受到熱浪侵襲，平均溫度達到攝氏37度以上。喺德州，連續15日氣溫超過攝氏38度，唔少農作物枯萎。喺伊利諾伊州嘅芝加哥氣溫亦都高企，但係當地早前受到風暴吹襲，導致局部地區電力中斷，民眾冇辦法開冷氣消暑，電力公司要緊急搶修。同樣受到熱浪侵襲嘅密蘇里州，有農場就加裝風扇幫動物散熱。有店鋪要拉上黑窗簾遮擋陽光，以防高溫令到朱古力融化。目前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同埋新墨西哥州等佔美國總面積14%嘅地方，正經歷自1895年以嚟最乾燥嘅上半年。We need some rain very desperately. 不過氣象部門預計短期之內唔會降雨，熱浪甚至會持續到星期5。無線電視記者黃家慧報導。美洲國家杯咧，阿根廷喺8強出局嘅堅城。冇錯啊，咪主辦國嘅阿根廷啊，咪互射12碼輸咗俾烏拉圭㗎。兩隊各贏過14次冠軍，阿根廷爭取自93年以嚟嘅錦標夢。6分鐘受到打擊，入球嘅係佩雷斯，不過佢之後兩黃出場。唔好再批評美斯，冇入波都交足功課。落點啱啱好嘅助攻，希古恩頂入。阿根廷亦都有馬斯真拿路攞紅牌，1-1嘅紀錄，加時之後冇變到。互射12碼之後，泰維斯宴客。烏拉圭5輪全中，贏5-4，四強對秘魯。而皇家馬德里就喺友誼賽4-1贏咗洛杉磯銀河。曾經效力皇馬嘅碧咸首次倒戈，上年交手佢因傷缺陣。皇馬第一個入波由卡卡策動，卡利祖31分鐘射入。碧咸今場冇入波，仲幫咗對手少少忙。河西路1-1，起腳省中碧咸嘅腳喺遠處入網。40分鐘，皇馬領先到2球。第3球喺基斯坦奴嘅表演啦。插花之後推進喺窄角度攻入，賓斯馬接應傳中波，輕鬆頂入4-0。主隊銀河最後由基斯文喺近門補中破蛋，銀河輸1-4。睇下新聞報道完，再會。